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今早起要做伙来敬拜以前，咱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咱伫敬拜中间，基督徒用敬拜，就用准备办咱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神也喜悦我们的敬拜，用我们这种安静的灵，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一起来经历神。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依靠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有盼望、跟信心、跟力量。求上帝帮助咱伫安静的内底，伫祈祷的中间，来倚靠上帝，来亲近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三甲亲近主你。阮的心是何等的欢喜甲快乐，因为阮的心毋但有平安，阮的心嘛要有更高有快乐。通过阮来亲近主你的时，求上帝你恬静阮的心，互阮的心单单自行看主，无看世间上最会互阮操烦，会互阮看路，甚至有时会互阮生气的事，互阮会当安静落来，将阮的心、将阮的生命交伫上帝你的面前，带到主你的面前来得主你的欢喜。求上帝你搁一摆带领阮今日的敬拜，通过伫你面头前，阮用安静的祈祷。求上帝你会当进入伫阮的心内，阮愿意拍开心门来领受，阮欢喜得主你的欢喜，需要将阮的心来拍开。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愿搁一摆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讲，你着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你着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我亲近你，永不离开你，请我全然交托给你。听你说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所爱。你是我所爱，无人能相比，世上无一能取代你。我感受你温暖拥抱，求你引导我。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你是我亲，你是一切，我心所爱，心所求。你是一切。知你已临近，因我亲近你。与上帝信心来引带咱，永不离开你。请我全然交托给你。你说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所爱，无人能相比，世上无一能取代你。我感受你温暖拥抱，求你他来引导我们，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你是一切，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心。
主啊，我们向你求，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求上帝你圣神来引带我来亲近你。阮知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需要将阮的心放伫你的面头前，是阮的心愿意，是阮的心甘愿，因为阮知上帝你听阮，你爱阮来亲近主你，敬拜你。阮需要恬静阮的心，帮助阮，由圣神来引带阮，因为阮就是上帝你的囝。愿上帝你赐予阮伫今日的敬拜，互阮每一个人拢通领受到满满恩典甲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兄弟姊妹吼，甲伊讲，你着爱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你要跟随主的脚步来走。按这位来拍波啊！我得行出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但你连拜和路主，我得行出去路，我得行出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和老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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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行出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和老主，搁一遍来。我得行出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和老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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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牧师伫音乐咧继续的中间，我要邀请你，你去找5个人，甲伊讲圣神要感动你的心，你就开嘴来学了主。圣神要感动你的心，你就开嘴学了主。圣神要感动你的心，就开嘴学了主。圣神要感动你的心，就开嘴学了主。我得行出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和老主，搁一遍来。我的水上去路，信心感动我，主使我水里互我这么难。我的水要饮是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和老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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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举起咱的双手，做伙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拜主，手加天开人，我的嘴闭你耳朵，我手拿夜光，手插当锁链，一条荣耀的自由。我来敬拜主，手加天开人，我的嘴闭你耳朵，我手拿夜光，手插当锁链，一条荣耀的自由。我一心敬拜主，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我已经信心而乐。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你要给自我归还。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我一心信心而乐。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你要给自我归来。我若敬拜主，手加天开人，我的嘴闭你耳朵，我手拿夜光，手插当锁链，一条荣耀的自由。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我一心信心而乐。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你要给自我归来。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我一心信心而立。我一心敬拜主，敬拜主，你要给自我归来。主，阮感谢你，当阮敬拜你的时，你嘛要加添阮气力。无论阮信也毋信，阮只有愿意的心，单单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相信圣神的气力要帮助阮。主你一直甲阮三甲伫地。主，阮知阮的生命是上帝你赏赐，阮袂为熬，阮只有单单谦卑顺服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拍开。阮知影以马内利的上帝一直拢甲阮三甲伫地。阮要学乐，阮要开嘴，无论什么款的情景，阮拢只有荣光主上帝。愿你的灵充满阮，帮助阮，圣神感动阮。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因有君王，我心恩你主光。以马内利，风雨中有人望，上帝同在，心地平安。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因有君王，我心恩你主光。以马内利，风雨中有人望，上帝同在，心地平安。人呀人呀，人呀人呀人呀，人呀无人抗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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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雨中多多仰望你。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因有君王，我心恩你主光。以马内利，咱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无论什么款的风雨，上帝
拢要一直甲咱三个同在，互咱的心得着平安。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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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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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要中都都有梦意，你应要中都有梦里。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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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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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要中都有梦里。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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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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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风雨中都有梦里。咱去一遍，应要应要，用咱的生命来应光上帝。应要因为是配得应要的主，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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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要中都有梦里。这时无需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基督徒唱歌，咱咧讲荣耀，咱咧讲圣哉的上帝。但是咱的生命着爱大声，咱的生命着爱荣光主。咱着谦卑顺服的心，独独单单来主神看主。我要邀请你，无论你有熟悉这个上帝无，邀请你将你的目睭闭起，安静甲主讲：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心安静落来，恬静落来。我要来熟悉主，我要来拍开心门来认捌主，来领受你的心意。咱做伙开声，同心安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你是甲阮三个地的上帝，你是阳光的光芒。阮的心毋主你唱歌娱乐的时，阮的心就要欢喜单单主神看主你。因阮伫无论伫风雨中，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阮拢知上帝你拢一直甲阮三个地的。主，因为你是荣耀的主宰，你是配得阮称颂的主上帝。主，你的神性，你的伟大，你的权能，你的权柄，常常伫阮的生命中来彰显上帝你的大能作为。愿上帝你亲自帮助阮，互阮顺服的心来得主你的欢喜，来讨望，来承接主你欢喜的行日。感谢我的主，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我要将阮的生命来荣光主，因为你是配得荣光的主上帝。你用阮一口气，互阮的生命重新活起来，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个真实的活人。主，阮知阮的生命有主你的形象，阮着活出主你的形象来见证上帝你的名。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学习单单主神看主，互阮的生命活得自在，活得快乐，活得互看出，阮就是主你的囝儿，阮就是主你的学生。充满愿望，充满着喜乐，充满着上帝你所欢喜的美好见证。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荣耀荣耀，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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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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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都有梦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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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中都有梦里。你要坐来以前，你边啊身躯边的人甲伊讲，
你的生命爱要荣耀上帝，你的生命要荣耀神。请坐，请坐。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昔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用，伫启用文11篇，诗篇32篇，咱做来启用。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本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干燥。这本人真有福气。我若定定毋认罪，就规日。你的手每日动动幸福我。我的情日亲像护着天的日头，下甲加下去。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会淹着你。你是我闪耀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为得救的我，性命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道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如无知识。着用马把马着约束才会赶对伊。歹人会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需要性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圣洁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时，圣乐弟要来献诗。
感谢圣后队的儿女，上帝听，要对咱大显明，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间，阿门。即时，咱来看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19章28节到40节。咱做来看，耶稣讲说，进前行，上耶路撒冷，行伫伯法其甲伯大尼。伫迄个名叫做橄榄的山，就找2个学生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入去的时，要拄着一只驴仔绑伫遐，还袂捌有人徛咧，解开甲伊牵来。若有人问恁，解驴仔要啥事，恁就讲。主欠用伊，所找的人去，果然拄着照伊所甲因讲的，解驴仔的时，主人对因讲：解驴仔要啥事？因讲主欠用伊，就牵伊就近耶稣，将因的衫铺伫驴仔顶，扶耶稣徛伊。伊行的时，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面，已经近要落橄榄山。规阵的学生就欢喜，大声学了上帝，为着所看见，隆重的权能讲：伫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得到学了；伫天里的和平，伫至悬的为荣光。众人中有过来是法利赛人，对伊讲：先生啊，
着即比你的学生，伊因讲，我甲恁讲，因若静静，遐个石头要后叫，咱圣经学到遮。即时咱今仔日有牧师郑牧师要互咱的事实，教主所吩咐去做。我知影咱的教会吼，应该伫我印象中啦，应该要有40人啊，敢超过啊？28了，30，嘛差不多一年。我知影第一任的传道书是田牧师啦，即嘛田传道吼，后来伊去屏东啊，即嘛是任务啦吼。因为我阵仔伫安南教会嘛，对吧？知影拢知影遮个，咱民族的教会创设的，时间真紧，咱伫即个社区吼。我知影带真侪名人伫即个所在，变成新街改天嘛是带即个附近啦，敢是？以前我即嘛毋知啊，伊这时阵吼，所以常常对遮过吼，大路中华路过吼。感谢主，祝咱的教会有这个属实的即个所在做敬拜上帝。虽然咱阁有不足，毋过上帝要甲咱陪伴啦吼。我看咱就不过800几万。要去敬礼拜堂安尼吼，咱有即个机会，有即个机会来到受拜，为着总会大众团结基金会的奉献主日，安尼来甲咱敬拜上帝。今日拄啊是中秋主日，所以我咱拄啊读即段路加福音书19章28节到40节，我用一个题目讲教主所吩咐的去做。但是即段圣经是记载主要所骑驴进入即个耶路撒冷。即段圣经的记载，毋是普通的一段的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的主耶稣，伊伫世间活伫世间上stra尾一个礼拜的一个开始。伫即一天，通过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节，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城的时，百姓大大细细非常的欢喜。咱用即摆话来讲，真兴奋，欢喜兴奋。大家大声安尼学落讲，咱拄仔所读的圣经节，路加福音书19章38节安尼讲，伫主的名来往，应该伫学落，伫天灵有和平。伫极悬的位有阳光，通过当时迄款的场面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和平，充满迄款的欢喜啊！迄阵无咧放炮嘛无咧放烟火啦，无啦，就讲咱亲像迄个什么会呢？咱伫电视看啥物嘉年华会，花灯花车安尼伫路面，迄款的热闹。咱甲想，迄款的热闹，就是安尼啦。耶稣当时要骑驴入耶路撒冷，就是安尼。因为我拄仔嘛开始有讲，即段圣经才是非常特别呢。因为耶稣伫即天入去了咧，面临着被掠、被审判，被定罪。后来判伊死罪，要用钉死伫十字架顶来牺牲伊的性命。伫教会历的中间，定今仔日就是中秋主日。中秋主日要来即礼拜就受难周，所以咱第3区我看咱的周报要伫永康教会即个拜四啊，要举行受难周的即个圣餐礼拜。教会是。逐日拢有聚会啦，今仔日逐日拢有聚会，即礼拜。所以今仔日这是咱中秋主日，是咱进入即个受难周的第一天。接着咱所读的即段
路加福音书19章28节到48节的这个记载，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整个的过程，咱看到人啊，甲遮个代志，会通讲就是拢照主耶稣的这个安排吩咐的指示来行，这个人拢无违背主的意思。啊，就主的这两个学生，啊，甲这个驴仔的主人，啊，这驴仔的主人甲这真济证人，安尼拢真诚恳、真诚心、真恳切来听主的话，照主的话的指示去做。主爱咱吩咐咱所要做的代志。如果若有人无爱听谈，无爱照主的吩咐，我想安尼，耶稣要进入这个，假如我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样代志，可能就有变化。所以对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项事，啊，主耶稣伫这个受难周的时候，主耶稣在甲咱讲什么？接下来讲几项。第一项，咱就爱照主耶稣所吩咐咱爱行的路，咱来行。拄则咱读路加福音书第19章30节，耶稣甲伊两个学生安尼讲：你去对面的乡舍，你去对面的乡的这个乡舍。耶稣甲伊这个学生，一群的人，就来到咱拄仔所读先讲，就来到北大年甲北法旗的中间的一座山。啊，耶稣甲这学生，这两个学生佫讲，你去到对面的乡舍，这是主耶稣交代，也是讲吩咐这两个学生，伊应该爱行的路，无偌远啊，无偌远，你着爱到对面的乡舍去。如果这个学生无爱照主耶稣的吩咐，安尼咧去行迄段路，吼，是讲伊无去，伊有去行，伊行对边仔去，走去别所在，咱通想想，安尼这个代志要安怎？迄个结果是安怎样？也咱的主耶稣常常交代伊学生去传福音，去做任何个事，伊的学生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顺探啦，话讲服从主的命令，还是讲顺探主的命令，还是讲犯路，无偏左，无偏右，无拍折，完全照主的吩咐，照主的命令，安尼行应该着行的路。咱会讲到说埋金首回应的诗啊，583首，我读第1节的4节，这首的诗我叫做讲愿主顺利成就，我真爱念这首的诗。咱的新圣诗，改成249个番，咱即嘛新的圣诗583首。哦，新的圣诗有2个调，哦，咱旧的圣诗有2个调，啊，新的圣诗，改成一个调，一首歌吼，啊，这首诗个讲愿主顺利成就。第1节讲，检在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要言前。有一个人，有一遍伊要出门的时，伊就带只驴仔，伊通骑只驴仔，行一2个路，所以就骑驴仔出门。迄个时代无像即马到处都有即个路灯啦，拢无，所以带一拍即个灯啊，带一把灯，做一把油灯，佮带一只咱讲树鸡，公的鸡啊，做伊乱情啊，早时啊呢，咱就乱情啊，伊几点要起床一只鸡就会啼嘛，所以就安尼出门。第一天暗时有一暗，
地讲伊就到一个乡下，啊，就要伫遐住，吼，讲我来遮过尽过暝吼，准备住伫遐。当时这庄头的人吼，无反应，伊甲伊拒绝，啊拒绝咧，毋准伊遐住，伊就安怎？去到伫庄头的，吼，要出庄的头前有丛树啊，我才休困一下。啊，虽然伊出门，要来出外，要来住这庄头人无要互住，庄头人毋准，伊就祈祷上帝安尼讲，吼，讲上帝所要做的代志啊，凡事拢是好，凡事拢是好。伊嘛无受气，讲上帝所要做的，凡事拢是好，所以就离开这庄头，往头前去啊，叫种树啊，种树啊，我就住这个树啊骹来，大丛树啊骹来休困。暗时啊咧，就将这个油灯，吼，一把油灯来点火倒。毋过忽然间一阵风吹来啊，这样吹来，将这个油灯吼吹变过，哇！这个油灯下面的油杆啊，底油吼，拢车倒啊，啊都无油通点啊咧，无油啊咧，吼，啊，黑暗啊，黑暗啊，迄时伊嘛记得讲。记得安尼讲，上帝所要做的，凡事拢是好。后日驴啊走去啊，走去拢去互啥？野兽食去，啊，只鸡啊飞去啊。伊嘛佫记得安尼讲，上帝所要做的事吼，凡事拢是好的。伊日透早起来，伊才知影讲，迄个庄头该顾无爱互伊住，迄个庄头住伫遐迄个过暝迄个庄头吼。迄暗吼，规庄的人拢有这个强盗吼，物件抢去，庄头的人吼杀死了，因为伊无通住的所在，伊的性命咧，得到保全，性命保掉咧。如果伊若住伫遐，啊是讲即种树啊吼，住伫树啊甲迄个油灯无火。无即个风，啊，甲伊吹变过，吼，无啊，就拢变暗嘛咧吼。甲只驴啊，若无死，只鸡啊，若无飞去，恐惊即个强盗有看过，哇，只有即个人伫即个树仔口的所在，点一把灯，搁咧甲伊抢，啊是听见有啥物款的声音，哇，鸡啊忽然间安尼，怎安尼咧啼的是？可能嘛来甲伊杀死啊！这是上帝用各款的方法甲伊保护咧。迄时伊个想讲，上帝所要做的事，逐项拢是好的。所以伫咱的生活中，咱只有完全顺探照主的吩咐，伊吩咐咱安尼行什么款的路，咱就照主的路。安尼来行，咱像这两个学生，就是讲，你到对面的乡下去，这两个学生，伊就到对面的，照主耶稣所吩咐所行的路，安尼来行。第二项呢，咱读耶稣骑驴仔进入这个迄个耶路撒冷城，这项事你甲伊讲什么话？咱就爱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做令咱应该爱做的代志啊。耶稣爱这两个学生讲，到对面的乡下，毋是要做一项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代志啊，什么了不，还是讲什么款的了不起的大代志啊，惊天动地安尼轰轰烈烈的事啊。讲你入去吼，将迄只驴仔偷开，甲伊牵来。路加福音书19章30节第2句话安尼讲：讲接去的时，要拄着一只驴仔绑伫遐，偷开，甲伊牵来，就是遮尔简单的一项小代志啊！总是这项代志，要成就上帝的好的旨意，来应验上帝荣耀。圣经中所记载有真济小代志啊，真济小代志，都是成就上帝
伟大的代志。耶稣一遍在讲道理，互听。到日头尾暗，黄昏暗嘛，这个人无爱倒去啊。耶稣讲嘛真烦恼啊！这个人拢爱听伊讲道，到日头暗，佫无爱倒去，逐拢要食饭。耶稣真烦恼讲，互咱讲学生讲啊，恁去准备物件来互这个人，这个正人食。像讲，阮遮头遐济物件，阮身躯干若早就淡薄的钱，买来嘛，互因食无够啊，抢无够啊。有一个囡仔，恁知影吼？伊做一样小代志。啊，好啦，我遮5个饼，2尾鱼，摕出来交互耶稣。耶稣无讲啊，你5个饼2尾鱼是要创啥？你家己，你这是你家己，咱食一顿，会食死尔呢？遮济人透法度，摕转去，摕这无效啊！无这囡仔吼，耶稣拢无讲，甲伊接过来，天来捉蛇，后来叫这12个人出来，遐白，鱼仔白，饼白，较白就有，分5000个，食到饱，咱就知影这个意思嘛。所讲小小个囡仔，所讲小小个事，成就上帝这个大个神迹，5000个人食到饱，这个饼油啊、鱼油啊，扣的，佮讲我12年啦，我10年啦。耶稣要向掠伊受审判，定死个真正。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伊将伊一罐极贵气的香油讲破。一个到当时耶稣伫一个泰戈西门的厝底下，奉受邀请要食饭。这个玛利亚摕来，将伊所保存的这罐的极贵气的香油讲破，来对头个耶稣的头壳顶拼落去，圣人拢甲伊安尼批评啊，讲你伤浪费啊！这罐油会当卖偌济钱的，你卖钱你嘛来，就会当就会当来，这钱当来帮咱救济足济这欠命的人，大家人安尼拢在指责这个玛利亚讲，我有浪费，点一点啊就好啊，有香味就好啊，意思够就好啊。我耶稣甲因讲，伊所做是真理所下。伊是为着我安装将这个香油有大声呢，来拼伫我的身躯上骨顶。讲普天的无论到什么来传这个福音，拢要纪念这个妇人伫我的身躯顶所做。所以对这个小的事来荣耀主，对这个小小的事，咱所做小小的事来荣耀主。耶稣安尼讲，伫小的事，伫小的事，真重；大的事嘛真重，嘛真重。民数记22章18节安尼讲，以色列人的先知，别人来讲，我行大事，行小事，也毋敢违背我的上帝的命令。所以咱毋通讲看小小的代志，小小的代志就叫咱啊，基督徒伫一切事，无论大事小事，咱应该做的，咱都要来做。咱毋通提示，毋通倒撇，只要是上帝爱咱去做的，上帝吩咐咱的。咱就该去顺他来做，这两个学生就是安尼。第三项，耶稣徛入我就耶路撒冷城，这样事，第一甲咱讲什么话？第三句，讲咱得爱讲的话，主耶稣交代咱得爱讲的话，咱就照主耶稣教咱的话，安尼来讲。
路加福音书19章30节安尼讲，主耶稣继续来有来对即个学生安尼讲，31节讲，若有人问你偷驴仔买啥事，讲你为什么要来甲咱偷只驴仔？你就讲，耶稣甲因讲，你安尼甲伊讲，主欠名伊啊！哎呀，为什咱？中文的版本讲，主要用它。咱台语和日本的先个翻译讲，主欠名伊，啊，无论主欠名讲，主要用它，主要用伊。讲主人呢，要连边，互你偷开，砍断来。主要所吩咐这两个学生，讲，足简单的4字啊。主欠名伊，讲主要用它几字啊？4字啊，主要欠主欠名伊啊，4字，中文嘛是4字啊，主要用它，这尔简单。学生去偷驴仔的时，主人问讲：啊，恁那个无代无志来偷阮的牛仔，你贼仔你强盗要？主人无来讲，你偷阮的牛仔要创啥物话？这两个学生教主要说甲因交代讲，主欠名伊啊，无减讲无加讲，假使这个学生凊彩讲、乌白讲、乱改一场，应该讲的也无讲，无应该讲无讲，讲一大堆啊，啊是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啊是口气歹、口气重，态度无好，主人敢要互伊偷，互伊牛仔牵来。的确，若是安尼时这主人绝对无允准的。若无允准，可能伫遐是冤家，小爸嘛有一定啊，要去报警察，要报警察。所以这学生，主要所教伊安怎讲，伊就照安尼讲啊，伊无加讲。真简单，主要说叫咱记者就安怎讲，伊就安怎讲，如我就互因看离开。所以咱做基督徒，咱讲话爱真细致啊，爱真细致。申命记第4章第1节安尼甲讲：我所吩咐恁的话，你毋通加添，也毋通减少。主要说嘛安尼甲咱讲。马太福音书第5章34安尼讲，咱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啊。若是加讲，拢是出伫迄个歹。咱当然一句话嘛，讲啦，讲假话会假啦，敢是？假物会减。这嘛是讲人讲话加油添，加油添醋啊！一寡代志讲害了了，这边讲这边的话，你则甲，就甲伊讲即款的话，等下礼拜煞，佮甲伊讲即款的话。所以主要说，若有叫咱讲，咱哪讲？所以咱做一个，咱做基督，咱讲话要真细致谨慎。耶稣安尼讲伫审判日。上帝要用你讲的话来判你无罪，嘛要用你的话咧，来定你有罪啊！所以咱每一个人讲话爱真细致、真小心，毋通为讲什么着言论自由啊！我的嘴，我要讲啥物话就来讲，我凊彩讲的，我要讲啥就来讲，所以。咱将来拢伫上帝面前，咱要为着咱所讲的话来负责，来负责。第4项，咱着爱尽咱每一个人的本分，照主所吩咐的，主所交代咱的，咱爱逐个人尽咱的本分。当耶稣的这个学生照耶稣的吩咐，伊有尽伊的本分。将主要所交代伊呢，将这只牛仔
就是主耶稣要徛的这些炉啊呢，牵来牵转来，因这炉啊是要主耶稣来用的。如果这学生无尽本分，无用这炉啊牵转来，啊是将这炉啊主人，这炉啊主人互伊牵走，伊牵对别位去，啊主耶稣无炉啊通徛。而且，这炉啊，这只炉啊，毋捌互徛过啊，拢毋捌互徛过。咱那炉啊，本来就是要互徛的啊，也是要来载物件。咱若去到埃及吼，去埃及迄个开罗吼，我捌去吼，炉啊伫路顶安尼，比啊较细啊，差不多遮大只，差不多遮大只。个人吼，迄个物件就是可能炉啊较食平，啊炉啊就是要用徛的，伊的本性出去做炉啊就是要用徛的，啊就是要来派即个主人所爱派的物件，派物件去卖，派伊的行李要倒转去，啊像牛吼，啊就出去做牛啊，啊牛就该拖牛车，就该派牛来拉产啊，啊牛啊牛就是安尼，牛啊出去就是爱派物件爱互徛。今仔上帝选了一个人，选了一个人，认为咱每一个人所应该爱尽的本分。保罗先生到外邦传福音的是伊尽力，尽力到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互掠去关啊。伊爱真家了，伊安尼讲，伫以弗所书伊安尼讲讲我为了这个福音做大体炼的使者。大体炼当时的犯人掠去关重刑犯，爱互炼啊炼掉咧呢，今仔日嘛是啊，迄判死刑犯还袂互掠去，还袂定验啊是讲虽然安尼定死罪了，还袂互掠去枪杀的进程，虽然关伫监狱嘅中间伊嘛是爱挂体炼的，咱伫电视捌看到啊。当时保罗先生到伊传福音真拍拼真尽力啊。后来因为传福音的缘故，用离开关时爱挂体炼，爱用炼掉咧啊。所以安尼讲我为了这个福音做大体炼的使者，照着应该尽的本分，我好胆来宣扬应该讲的。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互掠去关挂体炼，无自由。伊嘛是讲我照上帝所交代，互我传福音的使命，好胆来宣扬应该我应该爱讲的。伊无讲无讲，我就好面讲掠去关我毋敢搁讲啊，嘛无讲。应该主交代我安怎样讲，我就来讲啊，尽伊的本分。传道书12章13节爱讲，这个事拢已经听啦。结尾来讲，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是人所应该爱尽的本分。传道书12章，这最后来尾第3节安尼讲结尾来讲。就是爱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就是敬畏上帝，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是人应该爱尽的本分。今日咱伫教会内底，咱无论担任什么款的职务，长老、执事、做牧师、帮家会长、委员、生活队，甚至你无担任什么款的职务，拢无要紧。一般的信徒，咱拢应爱尽咱的本分。遵守主交代咱应该爱尽的本分。第5项，献着应该献的物件。咱应该献着咱应该献的物件。路加福音书咱拄啊说到19章35节安尼讲，就看伊的驴仔就近耶稣，众人将伊的衫破伫驴仔顶，扶耶稣徛伊啊。
耶稣要入来，先驴仔来啊！看驴仔无即个驴仔的点啊，咱即么点啊讲马鞍讲即款的物件。逐人自动将伊穿的衫脱起来，来铺伫即驴仔的脚趾片顶，佮众人咧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顶，互耶稣骑驴仔安尼呢，行过近距的老山岭城。耶和古约的时代，耶和要受封立，要做一切王。这百姓听着嘛，足欢喜的啊，足幸运的哇！大家大声喊，真欢喜啊！我众人嘛将因家己的衫脱起来，铺伫咧岩仔顶，要入去迄个王宫有一间的所在啊。讲铺伫咧上面顶站啊。讲王若安尼爬去的时阵爬咧岩仔台阶爬去的时，人坐伫迄个顶面。讲当时因咱遮衫是代表因的身份的代表人的地位伫迄个时代啦。咱今仔日头咧分啥？咱要穿啥物衫嘛拢来除讲牧师就牧师服，咱圣乐队服，穿嚟讲来教会来讲这是圣乐队员牧师穿即个牧师服逐礼拜穿牧师服，主持啥物款礼典是牧师服。有一寡特殊的无共款的工作的即个穿因白衫啦。比如时咱要穿什么衫，咱就甲穿啊，咱就甲穿。衫有个意义，代表这样身份、这样地位。这个人咧，将因的衫脱起来，铺伫路顶，耶稣起来如果要行过搭过，用今仔来讲迄个时阵无咧铺红地毯啊。这个时代咱总统最近去美国访问，落飞机场的时阵美国伫迄种飞机一落来就铺红地毯啊。这是国际礼仪真要紧。外国的贵宾来、皇帝来、总统来，咱嘛是安尼做呢。当时无皇帝通来迄个，表示对即个来宾一个尊重，一个欢迎。当时耶稣就耶路撒冷城的时，迄个时阵到底红地毯人铺，百姓将伊的衫脱起来，铺伊土骹，互耶稣的驴仔爱行过。我拄好讲，衫是代表人的一个身份地位。伫万王的面前，众人要来高举伊，无计较因的衫，也袂毋敢讲哇！我即件衫是价值偌济咧，因大家真欢喜，甘心乐意将你的衫脱起来，来献互主，来铺伫即个驴仔的脚趾片顶，铺伫路顶，目的是要创啥物货？要来互主欢喜，要来荣耀主。即款的奉献是一款的鼓动。今日咱伫章求主日啦，如果主耶稣佮骑驴仔来时，咱敢要将咱的衫献出来，将咱上宝贵的物件摕出来，来献互即个来讲世界上伟大的君王。因为主会听，咱一个纪念主耶稣受苦的这个季节，咱应该拢爱为了主来甘心乐意来奉献，奉献咱的时间，奉献咱的金钱，奉献上帝所予咱的材料，来纪念，表示讲主耶稣你遮尔听咱，用安尼来感谢咱的主。最后一项，通过咱所读的这段的圣经章，咱学习到什么货？唱应该来主交代咱应该爱唱的歌啦。咱拄仔所读的罗家福音书19章
又尾一句话安尼讲，38、39节吼，安尼讲。规定的学生就欢喜，大声学了上帝讲，伫主的名内的王应该伫咧学了，伫天里有和平，吼，伫至高的位啊，有荣光啊。共款的即个耶稣徛伫我入去迄个耶路撒冷城的即个圣经记载，马可福音书第1章11节嘛，伊讲前对后行的人，这些正人。啊，伫路加福音书讲耶稣啊，路加福音书写讲伫前对后行的人，吼，拢真欢喜大声叫讲，和散那伫主的名内应该伫咧学咯。和散那咱有摕好啊，本来圣经有咧写字的哦，有咧写字解释讲这和散那的意思，就是讲是求吼求吼求救，和散那有咧求救，咱有手中有好啊，本来圣经摕，他讲和散那吼，这段圣经和散那有咧求救、求拯救，话是学了的意思啦。吼，讲和散那原底足侪人讲，和散那是啥物款的意思？圣经就甲因写好啊，本来圣经就写啊，好啊，本来圣经就讲到即句的时阵哦，恁若毋信哦，恁等去掀圣经，马可福音书11章第1节到10节，你较细字的，较细字的，吼讲和散那原来有即个求拯救的求救，吼，啊讲即个称颂学了的意思，伫遮是学了的意思。称颂的意思，一个人主安尼来伫遐大声发，欢喜伫遐发，因的心吼，伊安尼伊喙安尼大声发出来，就知影伊的心在想啥，是毋是安尼？咱安尼发，就知影讲咱心在想啥。咱若去人咧选举吼，去选举场吼，咧做事时就发当选啊！伊安尼发，伊的心内吼，伊想讲。我就是要打我即个啦，去替宣传，敢是安尼选举吼？咱每个人个拄着即个场合啊，吼，咱要选总统，吼，即个人大声安尼发安尼发，你就知影伊个心内，因咧想啥？当主耶稣伫伊个面前安尼行过去，即正人拢伫迄个街路就说那街路两边。安尼伫遐大声啊，举张手机啊，伫遐咧发欢喜啊，咧发，咧赢咧发的时，因咧发要创啥？讲上帝啊，你来入，介意入来拯救阮，因为以赛啊已经来啊，百姓用安尼大声发，伊是引用诗篇118篇25节咧讲，耶和华他求你拯救阮，求你拯救阮。主前差不多1700年左右，吼，进前还是讲较早吼，犹大的即个地区，犹大地区，当时希腊帝国，吼，即个分封用叫做安提阿哥，安提哥吼，以比分离来统治啊。啊，即个分封吼，为着要消灭即个犹太国即个犹太教，禁止即个信犹太教人的人，还是讲禁止即个犹太人吼，来信即个犹太教，要将即犹太教要对犹太即个地区吼，甲消灭。所以不准因守安息日，啊，犹太人。礼拜日就守安息日，都无咧无咧做工课呢。利用即工去就用即工去招待。上海律法书拢参起来，拢袂使用。佫一样较严重的是，将因个圣殿的即个圣坛毁坏啊，甲毁坏啊。这一些有些百姓袂当守，袂当去到圣殿敬拜上帝啊。啊，佫一项咧。亵渎这个圣殿的圣坛，用这猪母，犹太教人无咧食啥，无咧食猪肉呢，
那回教的人嘛无咧食猪肉，犹太人无咧食猪肉。啊，猪在伫犹太教来讲，这是件污秽垃圾的物件。为告白，还信讲连猪血都无咧食。猪啊是对来讲是污秽物件，因用这猪啊来做祭物，献祭伫圣殿的坛顶做祭物啦。啊，当时的祭物是nam是牛羊啦，较算是也是用迄个家水啊，吼，顶这个动物啊，啊，因互犹太人看做污秽厌恶，迄物件做祭物，啊，这是对上帝圣殿足大的侮辱啊！毋是安尼哦，猪肉煮煮的吼，将即个煮迄个汤啊，甲收在即个圣殿的祭坛内底。哇！这对犹太人来讲哦，通讲伫信仰站袂牢，侮辱上帝，侮辱上帝这个太大了，所以当时有人叫做马加比出来啊，带领百姓起来个反击，将这个安提哥吼以比分离吼赶出去。上帝互因得到胜利，后来得到胜利了后呢，清起圣殿完成。这百姓嘛也长手机啊，学了上帝。今日长寿主日，因为咱这纪念主要说2000多年前，伊徛如我这是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一个故事的中间，教导咱爱主吩咐咱应该爱做的真济事啦，咱个学习一下。第一项爱安怎？爱行主吩咐咱爱行的路，咱的教主所吩咐，咱就爱应该爱做的，咱教主所吩咐来做。咱就爱教主所吩咐咱的来讲什么话，咱就教主所吩咐咱安尼来讲。咱就爱教主所交代咱爱尽的本分，来尽咱大人的本分。咱就爱献咱就爱应该爱献的。伫上的礼物，伫上帝面前，咱就爱常常笑我学罗上帝，感谢上帝，愿上帝先保守咱。互咱要来即礼拜，咱伫少量主要说的，有全就世间人伫遐受苦受定，即个受难周的事，好有这么圣经伫遐跟咱分享。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早起。通到伫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大桥教会来敬拜上帝，特别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在众传播的奉献主日，我们遮特别是即个长寿主日的时来思考主日的话，愿阮同为阮所讲所听的，拢伫着主日会看顾祝福，照你所吩咐阮的。来行来做来讲，来尽阮的本分。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经、圣尊名，阿免。我用短短时间吼，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即个大众传播的即个奉献主日。总会大众传播本来是了钱的，无偌久，几礼拜前的总会吼，将这部拢成了啊。感谢主啦，这无简单的事吼，因为我参与这个事吼，知影讲大家人我为做董事吼，做到死掉，做董事长做到死掉，即马真顺遂啦，感谢主啦吼。特别甲咱较有密切的关系吼，这在咱部来做啥？通过这个文字，是通过这个影像来做福音的事工，福音的事工吼，有几项事啦。我简单来讲吼，就是。将即个经验，伊家录做即个影像，用作生活化的吼，来咱若咧读经验吼，句句吼，拢是真好的话嘛，总是家做生活化，互人去体讲经验就遮尔宝贝，咱互人去体会讲，互咱领悟讲人甲人的关系，甲家庭的关系，咱伫即场的中间，敢若同工同事。关系，迄个人生的必修课啦，
上咱的精神。过来呢，圣诗，圣诗，咱要用圣诗，咱尤其咱这个圣诗哈，为教会当然还佫用古圣诗，大部分的教会会得咱像咱教会咧用新圣诗啊嘛啊，即摆用咱的圣诗圣诗无讲做即个咧，无讲对第一首开始先敬第几首安尼开始用即个苏格兰的皇帝咧分皇帝的人拢穿因苏格兰的传统的衫查甫的穿裙格子方格子的裙啦对，款的无咧分即个皇帝用即个皇帝甲管风琴做伴奏介绍即首圣诗的创作的背景配即个乐器，即个音乐互人来听即个圣诗啦安尼过来呢，诗的开业，这是美好教宗啦。像咱对咱教会150几年来，或者咱的信仰的进步，咱的无论是外国宣教师，咱在地咱本地的这先辈通过这个影像来做这个记录，咱来看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了解，让了解这过去的宣教师安怎有台湾的福音来受苦爱将这福音传到咱逐个所在，到今仔日过来咧，这个叫做听爱行动，就是去到逐所在有诶教会讲特色诶教会，有这教会特色会这影片为教会做社区儿童诶事工，为做相连诶事工为做小组为做妇女安怎样带动这个社区，带动整个教会，拢去选这个教会翕做迄个影片影像互咱整个教会做个事工，毋是讲礼拜日做礼拜尔安尼通过咧带领人引出人进入这个庄头，进入部落，进入这个社区啦过一个就是新港公读圣经这种广播社咧用新港公后来拢会照国教会需要，叫国教会将这个新港甲伊整合起来做成是逐日灵修读圣经的影片来迄个有一个影像，互人会当看。所以，咱大众团部做一寡真具体的工课，真具体的工课咱若要看可能咱的周务业一张这黄色，毋知有业无这种有 QR code 咱若用你要看要看什么款的这 QR code 拢印伫遮黄色，我毋知咱有业这黄色无啦我手中黄色咱就咱看着分享遮的所以要用遮这个经费上嘛就不止遐济啦需要大家关心奉献啦咱的迄个周务拢有业这个奉献袋还有写遐个讲安怎奉献用迄个咱的啥物迄个卡合作捐库的，迄个嘛会使啦是讲今日咱也方便，今日无方便，明仔后礼拜过过嘛无要紧这奉献都逐时阵拢会使。讲我要在种团部当然奉献伫遐注明起来，较方便啦过去的时间嘛是通过咱大家的奉献，才有这个看这个现在管风琴这比咱台南市更较大台。这几年，教会受到武汉肺炎传染病的侪影响，上直接的变化，就是咱无法度伫教会实体聚会。毋过，咱并无因为安尼，就无去传福音。反正，咱开始通过网络聚会，正教会拢拼命实践保罗甲提摩太劝勉的话，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最大的耐心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传播基金会
根据这款信念，尽忠传福音，真侪种教会会帮赞的。感谢上帝的大恩典，传播基金会的媒体宣教事工，虽望拄着各种困难，甚至有欠少侪侪，总是因为教会甲众兄弟的大岛扶持，愿已经甲行孝的计划制定好势，佮交予总委会，伫过来的逐年尽力行孝。相时，阮会拍拼用网络来宣教。伫假消息泛滥的时代，阮要传达正确的信仰价值，真侪种兄弟姊妹传扬福音的好同伴。所以，阮要邀请少年人来翕听爱行动的节目，绍介特色的教会。圣诗传颂的节目是要用各种乐器表达圣诗的内涵。阮要讲美好卡热的故事，连接刘俊业牧师的心眼讲读经，相连教会的相连每日亮光，以及中华基督教病医因的健康教育影片。阮有一个梦。要互正教会甲兄弟姊妹通过阮得到造就，肉体甲心灵拢精英，做伙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请大家三体大道，用奉献甲实际的行打，互咱的梦通实现。缔造正教会，互台湾人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第583首。愿主顺利成手，空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咱起吟全首。我
这时咱来放。这是咱用奉献的宣告，咱做伙来讲。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享受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是咱讲道的时间，请咱家己看咱讲道的内容吼，咱有几啊点，咱会当每一位兄弟姊妹，请咱开嘴。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愿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讲，我靠你，信靠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要来找到生命的快乐。纵然阮有艰难。纵然阮有想要惊遐心灵，但是我要感谢你，为阮陪伴主耶稣来救赎阮，互阮的生命，互阮的灵魂精英醒悟。我嘛感谢你用锤用拐来扶持，来安慰阮。哈利路亚！我用祈祷伫你的面前，主，阮是卑微的人，阮不配你为阮来牺牲，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无爱阮离开你远远，你无爱阮陷落伫罪捆绑中，阮只有靠着得胜主耶稣基督，你是恩典来救阮，互阮的心神来得到润泽，互阮来得到透放，
互阮的性命愿意来改变，阿门。互阮愿意有即个福分，有即个福分来服侍你。是主。恳求天父上帝，愿伫牧师的带领，阮愿意同心，愿意委身伫你的圣工，无论是圣歌队、主日学，也是阮的小组，也是招待。主，阮的对焦是伫你，伫服侍，尊你最大。因为你互阮的模样，你来是要服侍人，你毋是要人奉来服侍。你来是要互罪人来得救，你来是要互阮来享受到迄种将来未捌有的平安，互阮的心来得到开阔。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大家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成做一个热心吸引人的教会，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阮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我来报告，咱来看咱的侍奉圣工人员，请咱家己看伫下周的侍奉同工。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今仔日是台中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感谢郑文仁牧师来讲道以及请安，并且咱继续为着台中传播事工来推展甲带导。第二，今仔日咱开始伫中秋主日，也个受兰州，咱做伙甲主同心同行，来享受到主为咱的受难的心志。另外，伫咱中会伫第3小区受难州联合圣餐礼拜，时间是伫4月初6拜四暗时8点，地点就是伫永康教会，请兄弟有备心参加。咱的教会定伫暗时7点半集合出发，若有要坐车的，咱防止咱弟兄来登记。第三，昨昏拜六就是4月初会到吕武信姊妹，就是咱以前的长老吕新芳长老的太太，伊伫台府教会来举行告别式礼拜，请咱继续为因的家族来关心带导。第四，本周是受难周，请咱来伫安静来祈祷中，安静来默想耶稣基督，顶伫十字架顶对你甲我会听，咱来审视咱的生命意义。伫即礼拜拜三，咱的新家人关怀学校，咱暂停一礼拜。咱来看4月份的寿星，4月初1是范长老娘，甲潘梅菊节。4月初2是咱的以前的姊妹许佑成姐妹。4月初8是高玉柔。4月12是咱的牧师吴伟月牧师。4月16是王宗白牧师。4月27是毛淑慧长老。下面是咱的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看。咱若有感觉有毋对的所在，咱会当伫会议这边来更正。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咱做来读。伫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得到得乐。伫天地和平，比祭传的归天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儒家福音19章38节。好，我将时间交牧师来补充。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吼！真诶真感谢咱地牧师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和咱分享。我感觉伊伫讲道中间，互我足深的体会吼。我会记得我国中的时阵吼，我一直咧问阮妈妈，讲
是安怎伫教会人吼，恁若讲遮厉害啊，会当安尼堆头坐到尾啊，吼啊听每一个步骤啊吟诗唱歌啊，特别吼伫咧听讲道的时阵，迄当时吼，我国中吼安怎听拢听无，啊我妈妈就甲我讲，你着斟酌注意听。伊的吩咐啦，我的老母的吩咐就是讲，你着斟酌注意听，你有一天你着听有啊。所以迄个时阵，我着豆豆啊，国中哦，国中的时阵哦，啊，我着一直咧听，注意咧听，啊咧观察，我发觉，互我体会到足深的一句话，伫撒母耳上卷吼，讲到15章20讲，顺服比献祭更美，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公羊的脂油，迄是实际人咧献祭咧用的，但是我感觉顺服的心啊，足重要。所以今日真感谢地牧师教导咱伫中秋主日的时，耶稣基督伊为虾米要去受难的过程？侪人伊反复伊的门徒去牵牛啊，就是安怎叫我反复去安怎去牵这只牛啊？但是伊的门徒嘛怀疑的，讲哎人的牛啊，是安怎要互咱安尼牵？伊讲你著照我讲的安尼去就对啦。所以甲你边的兄弟讲吼，主的吩咐你要学习。主的吩咐你要学习，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咱无愿意，咱无顺服，所以有真侪时阵，你无法度通听到，你嘛无法度得到。所以牧师真期待，当咱听主的命令，吩咐去行去做，我相信咱的教会，咱的生命就要得到祝福，得到祝福。所以牧师伫遮吼，嘛要邀请咱的教会伫礼拜四，咱伫10点半吼，到伫11点的中间，咱伫小组以前。牧师甲咱补充报告，就是讲咱忙落去了，咱就马上小组啊啦。咱落去伫咱的附等的所在吼，咱会当做交易，因为今日嘛有几位咱的新朋友也来到伫咱中间吼，所以牧师伫遮嘛来咱大声吼，咱搁一摆呼一声说多谢地牧师吼，甲牧师娘今日来到咱中间吼，欢迎因，多谢，真欢迎，请坐。牧师伫遮来介绍新朋友吼，第一位是。郭明巡吼，郭明巡弟兄吼，伊住伫咱遮尔吼，5街45號，吼所以真欢迎伊吼，咱真欢喜。你住伫是即边嘛吼，是即边啦吼 ，OK， 嘛真近哦吼，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咱等下伫楼骹的时阵吼，嘛请你啉一杯咖啡，同阮做伙开讲一下吼。好，请坐。另外是咱的即个新店遐的2位公主吼，佮郑宽姐吼。第2次来参加咱的聚会，咱请因起立好无？定元跟定恩，这2个汉操作好吼，一个国1啦，大桥国中1年级，国3，对不起，国3了，国3嘛要今年5月20要会考吼，咱来为因祈祷，本身嘛要弹琴吼，听讲因哥哥较有弹琴吼，定元定元我头拄看着伊后壁，你后壁这个画过来，互我看一下好无？伊后壁即个英文真水，讲 to the use of our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叫做啥？你毋知？你毋知啊？我头拄有查着吼，有人知？我形容我袂记哩啦，我感觉迄叫做讲迄个青少年伊的期待啦，他的期待啦，所以我是觉得说，伫咱的生命中间青少年为什么刚刚牧师有讲到，我国中的时候，请坐。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当你们可以有机会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每一项的侍奉，跟每一项的这个礼拜的流程过程，会让我们的心跟生命能够安静下来，会更有头绪，更知道你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所以祝福你们，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定远跟定恩，李定远跟李定恩，还有陈静宽是新店兄的太太。咱嘛感谢上帝吼，新店兄目睭伊即马愈来愈顺服，上帝安怎甲伊带领啦？我相信这是上重要的心态，咱继续为伊来代祷吼。牧师伫遮嘛介绍这个淑荣姐的公主吼，伊今仔日有带伊伫楼骹吼参加咱的主日学吼，所以伊叫做叶志瑜。所以咱等下若有机会有拄着，咱会当甲伊
做拍招呼吼，甲伊拍一个招呼。所以邀请咱等下今仔日咱嘛有小组，嘛请咱伫礼拜三的时阵，咱做伙伫一楼互动的所在来做交易啦吼。啊，你若袂晓用咖啡机的吼，你会当看人安怎操作哦，哦，你学习，咱大家拢会来做伙学习啦吼。好，啊，咱嘛今日真欢喜，啊，咱今日指挥吼魏之华头一次来甲咱带吼，咱欢迎伊吼，请坐，请坐。啊，咱继续伫彼此服侍，彼此学习，熟悉咱彼此新朋友的中间建立好的关系。将福音来报传出去。啊，这个时阵牧师也要邀请咱4月份的受请起立好无？牧师来为咱做一个祝福的祈祷。4月份的受请吼，啊，范长老娘啊，今日行动可能无方便。啊，梅菊姐刚好伫遮哦，梅菊姐吼，玉成啊，咱之前的指挥吼，啊，易柔可能毋知有来无？啊，牧师，我4月14号，人讲哦，牧师你的名，你的生日组记会死死的。啊，但是我感觉上帝拢无我死。上帝互我是哪来哪有困难吼啊！王宗白牧师还有啊，范长老娘伫遮，吼我有看到吼，范长老娘啊个小会长了，咱做伙啊来唱生日快乐歌来感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祝祝福满满，祝福满满，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祝福满满。啊，因为牧师嘛是受请吼，我要请地牧师来甲咱祝祷，好无？好，咱请地牧师甲咱来受请祝祷。请咱的受请起来啦吼，啊，咱为着啊4月份上帝虽然无共日吼，当时来出世吼，来献尽咱的感谢。亲爱的主，阮将阮即个月出世的兄弟来交托你，互你伫你的手中。愿上帝你大大神祝福，伫4月份出世的阮遮的兄弟，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轻的，拢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袂照上帝你所互阮的恩赐啊！你互阮有勇健的肉体，有丰盛的活命，互阮所徛起的所在，互阮伫阮的教会。安尼来做好的侍奉，做好的工，来荣耀你，主灵甘伊伫地。毋但祝福因本身，也祝福因所属的一家大细，拢平平得着主的祝福。愿主你甘伊同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请坐。啊，等下咱即马要做伙来行平安礼以前，牧师要邀请咱做伙会当伫唱歌的中间吼。咱伫唱歌，伫听互咱主持做聚会，恁敢知影这什么意思？甲你边仔兄弟讲吼，魔鬼撒旦就无伫你身躯边。啊，我一直感觉基督徒为什么会当三甲组织，就是因为有听组织做聚会。啊，魔鬼撒旦上爱敢爱安尼？伊上袂爱人做伙啦，伊希望讲人甲人的中间吼冲突啦，对无？有歹，有无好的。所以基督徒三甲组织有好无？好啦吼，所以吼啊，我会记得牧师吼，若咧厝边隔壁吼，我会记得我嘛捌咧甲伊请啊，讲歹势吼，咱最近吼，咱的这咧要搭这个采光罩吼，讲好啊啦，好啊啦，你拢毋知要做偌久，就要烦死。吼，我看到是啥？我看到是魔鬼撒旦伫个心内咧做工，敢毋是？所以其实咱的心要当柔软。当开阔有听，我感觉这是真大的祝福。所以咱等下要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彼此咧请安的时阵，咱用拱手的好，彼此请安，彼此问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祝福。所以邀请咱吼，咱就要有笑容哦，要有欢喜哦，咱彼此会当互相请安吼。好，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吼，听互咱自己做聚会，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上帝祝福你做聚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然后上帝祝福你们，好，欢迎，来欢迎你，金慧姐，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我是女儿，欢迎你来哦，好，平安，欢迎你来，平安，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
互咱主一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机会。咱手较紧的好无？手较紧的来，听互咱主一做机会，听互咱主一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机会，听互咱主一做机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嘛就将荣光归予咱的主，愿主赐予咱，保护咱，咱做伙来吟上扬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咱。我主赐福你，我兄弟应更变这里，也应主必关怀你，我主兄弟受什么过你，就是你平安。愿平安的上帝，赏赐予咱若有生命的祝福，嘛予咱的生命领受上帝的应允，是爱咱遵守，是爱咱照主的吩咐来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